恐怖，非常恐怖，音做的高到那。他一直喊我们的挺老的，做的太急了。那可以了，不会拍了。只有要么数了牌，要么就喊到牌。他要去前面有个哥哥。毛哥，谢谢你送的小心心，谢谢，在这儿呢。来撒好啊！là khi bữa nhớ mà bù là khờ số giờ cái mi nắng ba sao không chỉ chỉ cho mà lo đi lờ trả là khi bữa cơ chỉ chờ lo khi bữa tung chín dễ làm sao gồm bữa trái chín dù công chí chỉ cho mà lo đi lờ cả là khi bữa cơ chỉ chờ lo
扎了些不热就打了的，那都有打人的伞，在这样你打他人别，扎了些不可再吃红薯。现在我短视频里面配那个字幕，我都搞不清楚，反正它识别出来是什么就什么，反正我也不清楚它什么意思，你什么字我确实放什么字。其实看字幕还是挺有意思的，虽然听不懂藏语啊，但中文里面那个唱的歌词就中文给你表达出来，完全就是另外一种境界，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个。要不要我抱抱？把它抱到身上好一点。我去了，伙伴。今天一直在叫我去学校，去了3个小时，在叫上。这家伙没人陪他，一直在叫。来叫好受。过来！还有一点阴浊的。拍抖音就只有速度拍，反正长1分钟以上的就会横屏，短于1分钟就要竖屏。要跟上一个人，必须要跟上一个人，必须要跟上一个人。那我给你拍，你在那儿看了你这个斜着拍，横着拍吗？这样吗？白货昨天也是挑了一份不在了。扎西呢？哦，来了吧？哎，你看扎西。没问，等一会儿问，应该不会。他前段时间才回老家，前段合格的时候就回老家。他那个。
手机拍。陕西不知道，先来不来？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清楚。我订的那个吧。啊，你有陕西的吗？两个。这我也有吗？对啊，两个。啊，谢谢。没有。我一般不会，你们一般都不会迟到的，肯定会来的。没事，反正他们来了，我是个公司嘛，反正都要送，迟到就要送的。对。这是谁？那个雍正呐，他们人出来，我也是那个另外传新的队伍。哎，深绿色的。
哪个娃没来呢？对面来吗？后面在这边，看我一直找到这个位置，等会儿看。昨天他加班没来。哎，来了嘛，扎西来了嘛！我以为他不来，不可能的。今天有点急，我本来想送扎西、秋吉、登之、王青送2次，送那个张小璐啊，还有算了，下次反正都要送的，迟早的事。
新就变了，还是好看。搞完了，让他给我发点那个他这段时间拍的没找他要了。凯旭来了。总告节要在他们传媒学院、传媒大学嘛，这边他要组建，他自己带头嘛，组建国装队。他本来也是这样子吧，本来也会跳，他本来有学的舞蹈专业嘛，应该就这段时间要自己。那他们那个团队全是舞蹈生，全是跳舞的。哎，吴雅来了啊！他们那个小罗和他们关系都好，随时还有帕姐啊，东南国庄他们那人都认识。他像那个什么，阿坝县的。这两个。五金的机器，是索尼的那个比较新的那一款，菜单都不一样，还有 AI 自动追踪那个，他那样拍手持还是慢慢拍是可以，防抖还是将就吧，将就能够用，肯定要稳定，还是买稳定器哦。
时候是变成这种了，你看。模式不一样，你得开那个曝光那些调都没调，那个就是这怎么调曝光那些都没有呢。要么开自动，要么开那个模式，开晚上那个开哪个？菜单我也不知道，新的菜单。你看，全部都是这样。对啊，你看，全是黑的嘛。对，这个是什么牌子啊？佳能的吗？佳能的，我不知道，菜单不一样啊。弱标准强嘛，应该是强吧这个。曝光度应该是标准 ，OK。试一下，再试一下。试一下哪个模式，因为佳能的我不是很熟悉。不行，太也不行黑了。你这个你直接把那个取景器打开看一下。这个吗？不用，不是，你直接那个，直接那个。现在那个你直接按快门嘛。不是那个取景的那个界面呢？界面都看不到了，只有这个吗？对，不可能的，这个是要这边直接显示的。这边不显示。那不对头啊，这个不对头啊，真的吗？肯定不对头啊。你看这都是黑的。黑的。对。模式没设对。开了好多呀，结果全是黑的。今天中午可以，白天可以。模式没打，没那个。白天可以。你看。这个菜单我还不熟悉，因为我没用过这个品牌的。这个有光线就好一点点，完全都没用，全是那个。对。完了。哇，太多了。我拍了好多。你为什么拍照片呢？我给他们发呀，他们可以发朋友圈呀，对吧？其实现在手机就够了，所以说你这个拍视频好一点点。拍了好多。它应该可以显示全部，可以把那个一批量的删除。这个界面应该是取景的界面，都一样的，就是这个取景球、这个同步的都是一样，都应该显示的。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拿这个的呀？主要是你这个菜单我没用过的，我看一下你用的什么，你用的是什么档？我直接用了这个。你用的是A 梦档啊，手动挡啊？你开的是 A 梦档手动挡。给我开 A 档 A 加，你开自动挡的最能开。开那个。开一下啊。就开自动挡的。你先直接拍一张照片试一下吧。直接拍一张试一下。看不了，你看。啊，现在可以了。你这个模式这边是开 A 档，开自动挡也可以。这边有个转盘嘛，转盘那个地方。这个是。这个刻度在这个位置。啊，在 A。你开了手动挡刚刚，这个是这个 M 手动挡，这个是 A V 档，就是这个是拍一个图像的，这个 TV 是那个摄像的。拍照的时候要加这个。哦，这样子。一般先看模式。笑死了。你先拍视频，你试一下，应该好了很多。小路。哦，现在可以了。
快了，你拍的那个太快了，模糊的。谁送的哈？送一个。哎，是谁送的哈？送过来。我给他们拍照。是送哈达，谁拿的哈达？一大堆。呀，还有五彩的，这那个哈达还有，这个送哈达，他们不知道哪个送，不知道。那个送。是一个粉丝送的，55的。哦，我没注意到。雨涵今天在直播，我没进去看，可能也没时间。我在那个学校，学校的时候传2-3个学校的视频。这个是谁？这个头发那个不认识，我以为这边是陈丽丽的。有点挤哇，有点紧吗？怎么紧？当，开始了。都要去问藏族还是汉族，肯定是。每次纠结这个民族那个问题。雨涵过来比较远哦，成都大学。你也在拍这个？他成都大学过来好远哦，坐地铁，他转几次？难得。对啊，他们每次成大，他那次大运会啊，当志愿者嘛，他也不跳了。哪个？刚刚那个是大学的。什么？刚刚一个哦，在后面。他后面没跳了，他休息去了。是徐峥，在中巴塘文博，是文博，德格县文博，在李沧州嘛。这个是服装曲征，扎西、秋吉、认真、永贞。强巴大叔，这个是这个叫什么？
他们来的比较少。鸡、老鼠、苏拉、牧羊，后面还有。左叶又来了，左叶一直在跳，今天晚上都要跑去跳左叶。拉姆啊！哇，327哦，金明珠。这两个美味的名字，美味不是美味的名字，根本就不知道名字。哎呀！送花的。喂，你好，你现在在旁边吗？哦，好，你先送一个吧。随便你随便，你进来就说了，反正你送哪个你拿哪个回来就行，随便嘛，好，好。这个拉布瓦的一个走马的后面，再往前面，看一下哈，它在比较靠后。哎，那跟我来嘛，过来嘛。哦，那边穿绿衣服那个，穿绿衣服那个女孩子，就是那个吴京那个绿衣服的那个，这个，对，这是新加坡网友送的。对，里面是零食那些，不客气。没事，不客气，举手之劳。转了一圈都没注意。
他有点没在队伍的前面，在后面。新加坡网友苏先生送的。哦，中来的山上。从那个，扎西吗？扎西可以扎西。看绿衣服那个，绿衣服，对，那个等一下，就这个。就昨天晚上那个韩国金明珠送的，还有秋吉的。那幅画是欧姆的。
昨晚上那个金明珠，金明珠，哦，昨晚上的。还有一个球技，阿汪。对，这边说也是。对，球技，跳，对。跳了真起劲的是。这个雨涵的颜色，衣服和头发也全部一个颜色，只有鞋子是其他颜色了。昨天是另外一种衣服，今天是和头发一样的啊，被我拍了，还是给他拍那个跳的时候拍。灯枝没有，这以后安排吧。一下送完了没意思了。
登记到10月6号才回来啊， ，10月6号。他回老家了嘛？他那个表演他都不来，他都走了。他正常噻，他忙他的噻。他团队那么多人，他随便拿几个就可以了。他1、2、3的来他的嘛。 1、2、3在那边体验吗？在那个增加一下，那要90块钱。那边体验万达那边要去的吧？1号，10月1号，我们那边去。万达是体验万达，早上9点钟。有点早，我都不想，不一定去来哦。去来的话，看一下。 早上9点钟，另外一个歌唱队表演吧，就是参加活动，有点远，在红光那边，红光下面体现万达。带中的儿子。下雨了，哪儿下雨？下雨了。没，下不起来，下不起来。就像祝福吗？就像祝福。西装高装跳起来，看翻那个南洋。吉祥祝福哦，西装高装跳起来了。正常版本是6分30秒。你看徐峥跳的不一样哦，徐峥跳的可以看吗？
慢的调得好看一点的，我们拍前面的啊，看前面这3个，灯针还有灯针，灯针呢？灯针等会儿来。哎，17来了吗？不是17，是错了。母亲应该在这边来，母亲在前面。
根本不适于啊。没有，没感觉到。没有啊。没事儿，应该不用管了。啊，应该下不来哦。啊，充电吗？要充电宝吗？苹果充电宝。苹果手机吗？你是在直播吗？在直播吗？你帮我拨可以吗？这里。可以啊，你给我拿过来吗？能量中心充只有几分钟了，取证手机没电了。速度蛮狠的。好，你帮我充电边那个拿去吧。好，谢谢。没事。只有几分钟了，这个我充完就没有了。吗？他两个手机。取证了是吧？对。你要给他充电，哦对，搞忘了。他是马你人怪上就好的嘞。对，把电给他充。哦，还有10%。对，已经破5万了。花花，我没在，我没那个忙儿那个。哇，我昨天都没来。我昨天跟你说了，喊他们在前后加班，结果他们都不来。昨天是吧？哦。昨天你去听歌？没有，我去那个，我这儿一直陪那个韩国那个过来，陪韩国有粉丝过来了。转圈了。啊，我从那个酒店那边，就在那边青阳宫那边。哎呦，我昨天给你发了微信。我报了那屁那个，你要报吗？报吗？报嘛？他们说有马上完了，马上结束了。才来，我从青阳宫过来。你看嘛，马上结束了，只有2-3分钟了。走，这儿去那个，去那个。好。就说为啥收20块钱？王青甩了长袖子，再穿了穿正装嘛。韩国的粉丝专门过来看歌场。对。以前最早配合的是他们两个。亲着韩国脸。亲着脸上。他今天关了5点，关了3个小时。我出去耍，全部出来比去学校去3个小时。他那位没事，他是叫了2就不叫了。叫了嘛是吧？哎。后面那个更高。来人儿，大一点，那个小还没在。从今天开始放假了。放假他们还不是一样的跳啊？他们也不得走啊。我说你得走。我不晓得哪儿去，不知道。还没安排出来哪儿去。不，他太痒了，要不得，太痒了要不得，要呛到。那咋办？只有这样正常，不要痒到。这样子。哎，他要呛到。不能这样养强。哎。我也是他身上痒那个痒。他头朝天那个，他那个可是呛到。我刚刚出去，结果待了10分钟就关了。
后面还在跳，后面在跳，后面还在跳。这边分了一团一团的，后面还在跳。雍正他们还在那边跳。哦，李同学嘛，给我发微信了。昨天他问微信打算到那去耍，他说接不下吧。他们很堵噻。就是啊，我就说李同学嘛，居然给我问我去耍。肯定堵啊。还有一个那个骑马舞，还有他吗？两个的嘛，这个成都赛马，不晓得。成都赛马嘛，还有一个段的骑，马舞还是跳马舞？骑马舞都行。他两个，这个那我跳一个。要跳一个吧？不是，我想拍两个，然后我再好，直接跳。罚款过来，站好。我今天去弄头发，然后去玩嘛。我们都几个干的。就是忙得很呐。给我打电话。这取证来了，群在后面。没笑。我在今晚我刚刚才到。对，我不是我拿音箱，我昨天在前过来，然后我可能你们在这儿加班嘛？是好的。你在这儿嘛？快点这边来。那你到这儿来嘛？今晚你才刚7分钟。你在这儿嘛？加油！啊！哎呀，你在今晚这边的地方好。哎呀，你走今晚出来耍一下。守住了。我体育馆啊，我没开车，我今天骑车来。我也没开车啊，就限行了。坐电动车呀？对，今天星期4，对。哎呀，今天限行。哦，就限行。我去拿了音箱，昨天没有甩出去，昨天你们都没来，然后我就一直拿着音箱。对的。要不今天估计说一说。哎呀，走嘛。我也在直播吧，已经在玩单环，那你过来噻，我刚。我也在摄像。他马上就跳完了。 1分钟都不到都完了。走嘛，哎呀，好久你拍的完了，已经电话打完就没得了，马上就完了。希望蛋得了一个。这没拍了，本来就没得时间了，没下回了，怎么办？就打个车过去。走。他骑电瓶车。还骑车？啊？骑哦，体育馆吗？我不知道，我没开车。
可没开车。不知道，在这儿看一下嘛，看他们玩，这边有没有啥耍的？不晓得，我这儿看嘛。我没开车，今天没车限行。我要看他们。明天我不来了啊！明天换人了，明天换人。有两个宝宝，我们不的，那个去诊的宝宝。我如果我奶奶他们要上来玩的话，我可以跟着。你国庆不回家吗？不回老家吗？应该不会哦，有点远哦。走了去吧，他们要引进。就是你要坐车引车啊。确实，但是那个路面有点好跑了嘛，那边堵，路还可以。国庆节有人旅游的话好堵。哦，对，堵车，阿坝州那边啊，甘孜阿坝州要堵车。今天下午已经开始堵车了。懒得回去。觉得成都还是好耍一些。这对国外流量有点高哦。国外的。今天星期四，嘎。啊，星期四。那天早上去了。今天哪个的花哦？对，他们有点唱歌。刚才开始就说，他说在体育馆。我昨天本来是让他们去他们家的早熟啊，或者那种产品方面。还有如果我奶奶他们要上来玩，他们哪里上去？去罗马看吗？是罗马呀。哪个？什么？昨天那个韩国人对啊，他今天去加德满都了。这儿在上面聊天。好的，你想不想回去？啊，他昨天来这儿没嘛？来了的，来了就是晚上10点半、11点左右。我送到那边青阳东路，青阳路北华路那边一个酒店。啊，北华路16号，一个锦江之星酒店。在我们那边。对。男的吗？女的？男的。韩国人。那从脚的那个好大年纪？啊？帅不帅？4、5岁吧，50多岁吧，50岁左右。他喜欢哪个？泳技都，主要还是泳技。给了100美元，现在买啥个是随便买。昨天看泳技。泳技米16号才回来啊，16号回来他就回老家了。他已经走了。啊，今天已经走了，今天已经走了。那他昨天看的泳技没？看到了，昨天最后一天了，拍照合影那些。哦，那我的意思，他昨天没看的泳技不是扑了个空？啊，对。今天就看到了哈。哎。啊，等于看到了。对啊。那还是好高兴哦。拍照了合影哦。对，就昨晚上饭都没吃，还饿到的，然后跑去住宾馆之后去吃晚饭。他这专门就爬来。他今天早上6点多就走了，去加点前几本，现在爬珠峰。爬珠峰。爬珠峰，那可以哦，登珠峰的人都不一般了。他是跟团的，他是跟团的，但是便宜，我看他是150万韩元一个人。9000块钱。他们来的话没事，他们不来的话没事。哥哥，把你的电瓶车钥匙给我一下。我都忘了这个。啊。我这个喇叭放在拉座的那个直播架底下的，我都忘了。本次在直播。觉得明天不用更多。我印象了。截屏了没有？秋季报备了。秋季，快点过来。一起。拿个花。一起照过来。拿花拿起来。过来一下。来，兄弟们截屏。小毛毛雨下一点点。来了。我们男生都有花啊。他昨天送了2个。兄弟们开始截屏。秋季和那个。截屏。就是他。金明珠。两个手表，我就这个。这一个了，我。也是啊。本来迟早要送，就是说他提前了，每个都要送。迟早都要送完那个反正。
那是啥？天天吃不开心。这是谁的手机？手机。才去打电话。我对象马上过来。那我说好说了，我白天没时间，天天给你。你们就那里去下就行了，过来就应该现在我们早就走了。那个到家里面都机票了，有飞机的吧？前5机场里面，前5机场。我们早6点钟，他这个回去睡几个小时就走了，睡了3个小时吧。 3、4个小时，他就打车走那边去。那他昨天刚刚到成都，今天没有输8点50左右到的吧？昨天直接晚上，过了他就找到我了，他是那个。昨天晚上到的，那么着急啊？对啊，一天都没待啊？对啊，我把他送到酒店。啊，走那儿去，去老马你转了吗？我对面老马去。你带人带过去吗？你骑电瓶车的嘛？哎呀，其实我都想。有个人问我为啥子17不对，那天17拉住不是发那个，他发那个抖音吗？我在底下留言我说青年公园欢迎你们，然后好像那个后面跟那个录，谢谢，没事，谢谢您嘞。这是我东北话嘛。啥子？他留言他就回我的消息噻。他不晓得啥个，他就说你是哪个的代表青年宫，后面不是他起头那个特斯价就有收20块钱那个费用那个，你来说为啥子这个费？杜老师就冒火了，晓得吗？然后他说为啥子不能说？我说他那儿说他说，然后粉丝就跟他吵他，然后拉错把东西把留言都删了。他说小英雄，这儿的。啥子意思？我没懂。杜老师是哪个嘛？就是他拿失去他错，他发那个抖音下面一个留言别个就是问20块钱，收回20块钱。然后你那个陆老师说的，他说青年宫我说了算。对。截了屏的，他在我们那个团群里面说的。你不愿意来跳，我们这儿就是这个青年宫这个过程就是要收费，然后青年宫就是我们的啥子？我们那时候是他说的。他说可以去，一会儿我给你介绍。热不热？船上？还很热，我觉得应该比较热。这个地方都湿了，全部都湿了。对，热。这底下这下面全部湿。在这儿拍照，你还是要去体育馆的。那个比高矮吗？那比高矮吗？真，你看，认真剪头发又变了。你看不那边好，这边好看，真的好看。走吧，你骑电瓶车吗？这去罗马那边吗？那个咋办呢？我咋办呢？我又跟。你还不是拿过去噻？我往罗马那边走下看哈，我去罗马看哈，去罗马那边看一下。你骑车慢不过来嘛？这边有卖东西的，这儿有卖水、卖零食的，这边还打广告的，卖楼房的广告。今天好端庄哦，对，确实他的发型现在好看。那天有点翘的那种，扎那个夹子夹好，挺好看。他以前是披的嘛，披就是扎个马尾辫那种。现在他那个舞蹈跳得很好哦，现在就是感觉比以前力量感那些感觉看起来很舒服一点。哎，那个被抬单子了，我得看一下，几点钟抬的单子？哦，那抬的单子了。好。干嘛？这个地方不能几点钟？哇，3点40、17、15点40多。下午还就。下午就抬了。那他有点猖狂。下午就抬了，15点40多就抬了单子，太早了。
这边以前这边卖有卖花的，卖小的那种，哎，看雍正牌去，应该是走商场那边。小灯笼可以看一下。小，他应该走到这个边方向，这个方向。我是走外面，搞完了，我相机关了吧。